会想嘛无？我感觉你介好啊。大家好，我是楚婷，买使叫我阿婷。这样你看就不用拿阳伞，也不用戴帽子。咱人生的顶半场，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这个芳啊会垫底，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这两支哦。对即马开始，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红色的，红色。来，咱继续咱的旅程。哦，我感觉徛这砖块路足好诶。对啊，水甲。大家还会记无？咱细汉时阵，逐工拢咧想佚佗的代志，真正无烦无恼，有够快乐，甚至连洗菜市也嘛感觉咧佚佗。啊，毋过算倒来，咱开始食头路做事以后，为着要出去佚佗，甚至爱搁加班，有无？有吼。所以讲吼，等待咱人生下半场的时阵，时间有啊，啊，咱大家啊嘛 money 吼，咱咧讲啊，有钱啊嘛有闲，煞毋知要安怎佚佗。所以讲，我刷倒来要带大家做阵来佚佗，我的佚佗盘已经伫楼顶，哪里拜拜，来找伊想煞拜拜。阿罗姐呀！嗨，你来了。玉皇上帝你好，我是楚婷，这位是阿鸾姐啊。等下咱要来佚佗，我甲阿鸾姐要骑奥多摆，啊，咱要行的都是。我们经过185关道，请玉皇上帝保庇我甲阿鸾姐啊，一路平安顺遂。来到阮这个热情的南部，一定要来食这好料的。嘿啊嘿啊，把肚吞吞哦饱，安尼才有力。其实吼，我头拄仔伫个面顶都有闻到香味哦，啊。安尼来。哦，歹势讲巴肚枵啦。卖啦，卖歹势啦。哇，这嘛伤济炒啊吧？哦，来啊！哇，多谢。足香的呢。旁边你伫天公庙带对面安尼开偌久啊哈？哦，阮一只做囡仔，一只60几担啊呢。囡仔时代就开始做啊。阮做囡仔一只出世的，你做到袂起代，阮一只大，在这，阮这种地主啊尔。啊，内底足人见的，啊，这嘛足老的。我看你，是讲老板，你都无几岁啊？囡仔哪有大汉？哇，我嘛就摄啊呢，啊，明年就摄啊。哎呦，摄是几岁？60，一家子过啊。一家子过啊。哦，好，多谢。谢哈妹妹。好，多谢。哇，这南部的早顿有够澎湃的啦。
出发喽，来去哦。拜拜。阿乱子啊，有回来无？有哦，来了。要过这个城门哦。好，来了。歹势，少过一个。这是人，甲乌多摆拢会当骑的，好，但是要骑慢慢啊。好哩，来了来了。安尼会伤慢无？我感觉你介好啊，介悠闲啊，啊无赶时间啊。哦，你就还没骑这慢的对无？歹势啊，我较无咧骑车，啊今仔日咱先开始嘛，困头较慢者，互我练打，互我练打。这回我决定要甲阿乱子啊同齐骑这长途的乌多摆，我就去考普通重型机车的驾照。所以我发觉到啊，考试甲伫路里的咧安尼骑安尼走是完全无同款的情形呢。所以其实我足紧张、足惊的。哦，我真正也无法度感受到阿乱子啊讲的骑车旅行佚佗是偌尔欢喜的代志，我也无法度感受到。啊，咱要上桥啊！要上桥啊哦！嘿，有看到啊？你看。哦，我以前18岁就开始骑这条的呢。我以前骑的高滨大桥，差即马差足济。安尼你看这，敢若看这路顶就足水啊！你有感觉无？嘿啊，这路顶有造型的呢。嘿啊，安尼看足水的。爱倒我咯，可爱咯。啊，来到屏东，你头一个要带我去佗哈？我要带你去对，我先想讲哦，我要带你去看迄个古早的，迄个较早的眷村，哦，冠村。嘿，哦或者冠村胜利新村。婷婷，咱来去停车来行行咧哈。哦，会当来坐坐的就对啊。对啊，熟悉的来停车。这古早是迄空军的官舍，关系啊，就是就是后壁就本来拢啊围起来吼，拢无咧，拢盘远啊啦。啊尾啊，就是政府就甲伊整理你的，啊，甲有诶就变做你会当踮遮有休闲呐，哦，会当来遮散步啊，是，嘿啊，安尼足好诶。真好呢。遮有一个时钟诶，敢有咧行？无，有啊，这我知。哎有呢，有咧行呢，慢慢啊行，慢慢啊行。但是是无准的。安尼我是毋是要来翕一下相的？好啊，我嘛来自拍一个。哎呦，阿乱子啊！你用手机啊？你用这只大机？啊，咱嘛是咧双面。哦，你这专业的呢？你这讲唔是普通的相机呢？这个马豆很上进。多谢你。哎，你真正哎，所以你学这摄影偌久啊？10年。啊，乱子啊，这么爱佚佗，我嘛爱佚佗。啊，伊拢有用迄个翕相机，甲迄个风景啊，甲迄个记忆安尼翕落来，留做纪念。所以我等待人生下半场的时阵，我这么爱佚佗的人，我应该嘛爱参与共款，就是爱定定翕相。啊无吼，等待咱老啊记忆的愈来愈无啦啊，所以讲吼，若是有翕相有相片，就会当想啊，这是倒位，迄是倒位。行来到遮，真正就当去甲较早的时代迄个感觉无，一家一户，一家一户。
你好，你好，头家你好，你好。啊，有介买是会使直接甲包起来。你那拢做到做精致谢谢谢谢。是真的这是手工刷色，哇，就钢泥。头拄啊，咱去行迄个这个遗构嘛，都是另外一边，迄拢是倒落的厝，啊，伊无甲整修，没有整修。啊，头到阮咧行的时阵，我们都要用想象的，对。爱去想讲哦，这可能是客厅，这可能是饭厅，但咱行入来这间。这应该都是客厅吧？这算客厅，这间厝是流放武将军的古厝。哦。这较早它有一个名称叫做煤球将军。在园区的招标，伊把这间厝拢整理好势，等于是把整个园区然后都重整，然后再释出这个招商这样子。多谢谢谢。我们要飞卖屏呢，往屏东的。沿山公路，好，系啊，祝你顺利，多谢，我一定会有你这个出入平安，谢谢，多谢，交了啊，林刚就来找你佚佗。哇，阿婷诶，你嘛真冲诶，会歹哟，我提出来。原本的本性出来啊！哇，我怎么叫你袂着？安全较重要，我拢有咧看。这足快呢！系啊。我感觉骑这真卡路足好诶。对，我嘛感觉，我嘛爱这种路，这是屏107，屏东的107。你啦，我叫你仔细的呼吸这个香味。啊，应该是冰榔花。啊，你知影哦？我最爱这个味的，逐回去东部吼，闻到这冰榔花，就感觉人足轻松的。哎呦，好可怜的触体。没可怜。好啦，你就紧紧的，你紧紧的盯着我的美背。对啊，水干。我家就是沿山公路继续行就对啦。对，但是敢爱转？那上面的转的都不是啊。阿婷，你看头前有一个玉环石头教堂。啊，这个足新奇的，咱去摆看卖者好无？好，行。我无想到阿鸾姐啊，讲对就对安尼，哇，真正是好奇宝宝，好闲地皮安尼啦。讲对好，伊敢行，我就一定是对伊行的啊。啊，真正吼，入去到这个玉环的这个小小的庄仔内，我感觉发现到一个无同款的一个小小的新的世界。阿鸾姐啊，你爱较认真的哦。我嘛有我的功课爱做啦。我足认真的，伫咧咱这个185关岛的这个玉环，这个小小的一个庄仔内去翕相。你翕到啥？分享一个。安尼会使无？阿鸾姐啊，我来你借问一下。我互你问。有当时啊，你为着要取较好的角度，你会需要安尼半曲啊，是曲落白起，曲落白起，曲落。哎呦，足有需要的呢。通常拢爱练迄个深蹲啦，嘿啊，这项骹头爱有力啦，啊若无举袂落，啊无就举会咧爬袂开。哎呀，趣味。趣味。知
庄仔内底咱应该来行看卖。好啊，既然遮尔久啊，对啊，我都70岁啊，伊嘛70年啊。对啊，对而且我看伊门口咱头拄仔徛车伫内有写迄个大城大田新村爱念大田。鼎。干嘛点看卖者？你咧扫爱啉凉诶，大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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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哦请自己选。自己选自取的对啊。哇！啊，你看，小间的，这嘛有卖这无啊？你哪来到这？无炸嘛，会使。你们也有卖这个百货，就便宜啊，这个是帽子戴的，就是一只顶小伞，这是松紧的啦。对啊，这样你看就不用拿阳伞，也不用戴帽子。哎，这勾追呢？勾追。哎，那老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讲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我们门进来村子左右有的柱子嘛，上面写大城。对，嘿呀。那是我们大陆撤退过来的大城一包。我们刚刚就在想说，应该是这个典故。38年过来的吗？最早撤在那个台东。啊，然后呢就分开，把我们大城一包呢就分开，靠海的发到海边，那像我们农的呢就是在山边，但因为咱这条是沿山公路嘛，沿山公路。啊，家嘛有在做农的哦。以前有，以前种什么？就种地瓜乱讲。以前我们来的时候没得吃啊，小时候像那个教堂都是我们捡石头，去河堤拿石头过来盖的。啊，我们现在这边呢。大部分下来都是原住民来这里，来这大的对啊，我一定是大城一包啊，大城一包剩没几户了啦。哇，好啦，咱要来买物件的啦。正经头路唔做，开讲。啊，我要来啉这，你咧？我要。看你要啉啥？酥袍。好，头家多谢，拜拜，拜拜。来，咱继续咱的行程旅程。咱对头拄仔咧徛介远徛过来，拢无去便所。我来找看卖，看对有便所店。便所店，咱要去对。你查 map 哦？妹妹，你真搞掉，你真正，我刮目相看。湘潭北科宫，小坤，会欠无？我甲你来边啊！头拄啊，你叫囡仔呢？你也袂讲我就知。你看啊，我遮足暗的呢。要伸展一个无？可以啊，扭一个。扭一个，来。哦，真正。哦，安尼。哦，安尼真正足好诶，足舒服诶。一、两、三啊！有无？有起来无？哦。咱这抓徛的路线啊，都路程真正有够长有够远的啦，所以徛到这个时阵，真正迄天就慢慢暗落哦，因为热天还未到嘛，就较早天黑啊，而且这个时间差不多嘛是当地的人要下班啊，所以我嘛有感觉车辆那个愈来愈济安尼，啊，搁有车一直咧甲咱超车安尼，我就有够注意。你方向灯怕先进啊！他方向灯打了，马上右转，我来不及。哦，惊死呢，阿万姊啊！我惊死呢。无代志，袂啦，我都无惊到你惊啥？别紧张，我甲你伤惊。哦，咪倒我，咪倒我，咪倒我。真正无想到呢，伊就安尼弯落，啊，我嘛无想到咱阿元姊啊，伊的反应有够紧的，伊嘛对咧弯的，伊安怎弯伊就安怎弯，哦，啊两个啊袂输咱个咧跳迄个，一路爬安尼有无？你弯。哦，我即摆讲会当好好讲，但是迄当阵我实在是惊甲逼出啦，出门在外，
事事行行拢爱注意，因为你唔知影明仔载甲意外都一项新高，哦，所以我感觉出来旅行、出来走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有伴，都是家己注意，互相注意，安尼较是上重要的。185尾点终点站，放了高啊！哦，真正就水耶！你好，你好。哦，你看迄边，海景，夜景。我会记得你会晓开车嘛，对无？对啊，你会晓开车，会晓骑奥多摆，为什么你特别选择骑奥多摆？我开车出来佚佗啊，像咱袂讲晒日头啊，还是拄着落雨啦，还是扇风安尼，我感觉骑车较自由啊，就是顺风啊，自由自在啊。就是爱扇风就对。啊，你无感觉骑水，你感觉这个所在风景袂歹对无？你会使停落来。我路边就随便停，啊，毋是足方便的嘛。对对。自在自由。但是阿兰姐，我知影你其实会开始旅行，是有一个原因的，对无？老公伫个我还袂开始家己旅行，我拢甲伊啦。哦。啊，老公无伫个，我当然郁卒伫厝诶。啊，拢无爱出门。啊，拢无爱出门啊，啊，拢伫厝。啊，有一天我就听到阮大汉的查某囝。在问阮第二个，啊，你有要去追无？伊讲无哦，伊讲安尼你伫厝陪妈妈。我听伊安尼讲了，我就有家己去行一个。我讲啊，我已经造成因的困扰啊。嘿啊，款款的我就车开了，我就先开出去买一杯咖啡，啊，伫遐啉，啊，伫遐边仔外口嘛，啊，看人，看红来咧，啉一杯，好啊，感觉有较。心有较静啊，就开始感觉讲，行出门是一件袂歹的代志。对，啊，就会慢慢啊，心情会转就对啊。心情转的，就会感觉规个拢转了，人慢慢较轻松。阿兰姐啊，你有一点我感觉足配合的，就是讲你有自觉，你有家己发觉到啊，那个袂应该安尼落啊，你有自觉。这件代志是上重要的，嘛是一个关键。对，我感觉阿鸾姐啊，真正是一个足好、足优秀的学姐。伊有啥物人生的想法，吼，还是有啥物特别的看代志的观点，伊拢会跟我有对话哦，吼。所以讲，我感觉人生下半场有人陪你同齐佚佗，袂歹，好。啊，家己一人佚佗独旅嘛好。这就是我伫咧阿兰姐的身上看到上重要的一个精神。咱人生下半场啊啦，就是啥物拢好。出发！出发 ！Go go go go！生台湾，为什么？啊，因为会骑车。嘿啊，啊我方便啊。有个人会讲啊，我去过啊，我拢感觉去过啊，嘛会使搁去啊。对，因为每一回去的时间无同，心情无同。真正的。环境啊，感受嘛无同。这真正是海景第一排呢，海景第一排呢。来，先看这个啊，先看先赢，先看先赢。骑奥多摆的好处，真正就是安尼，有够随性，有够自在的啦。吼，啊，阮就停落来，我感觉我甲阿兰姐两个类似那个高中的少女的啦。吼，啊，就互相翕相啊，吼啊，伫咧安尼嘻嘻哈哈，嘻嘻哈哈，我感觉哦，这就是旅行上迷人的所在。阿兰姐啊，来了。
好，行，咱要行这个大桥。大伯，我加油！阿乱子啊，喂，哦，这回啊，你带我这个，咱你讲，乌多摆旅行，菜椒啊，就是我本人小白出来佚佗。哦，你会感觉足压力的无？无压力啦，只是讲带一个菜椒啊，感觉有当时会顶路。是对啦。但你有敢有看到这高铁的顶路？慢车。我个性本来就是一个足无胆的啦。哦。嘿，啊，我感觉吼，都真细汉都听迄时代咧讲，哎哟，骑乌多摆哦，都是肉包铁啦。哎。造成了我对乌多摆就有淡薄仔有一寡障碍安尼啦。嘿啊，啊所以，这回安尼对你骑，我感觉，你拢唔惊，我是咧惊啥啦？哎，我感觉吼，伫咧你的心诶吼，真正看到下半场吼，都是两个你啦，自在。对啊。我老实讲，这回甲阿乱子啊骑乌多摆旅行，我真正是家当做一个功课尔。但是，这2天安尼经历了后，我发觉到，慢慢我的心态有转变啦。原来骑乌多摆出旅行，对我这个练习生来讲，对我个人来讲，唔是工课嘛，唔是功课，这应该是一个开始。耶，来到高雄市咯！耶，搁倒来高雄啊！我感觉即马无论去对吼，拢足欢喜的。特别足简单的桥倒摆，足紧就过啊，对不对？而且哦，有你做伴，是我的功幸啊，我的幸福啊，我的英雄啊。嘛是我的啦。轻轻松松，快乐过日子。天气足好诶，耶！物件小整理一下。这几年啊，露营、雄雄煞在呢时行起来。我身躯边嘛有足侪朋友吼，就爱带囡仔啦，出去露营安尼去佚佗。啊，我就想讲，露营到底有啥物好耍的？你看，露营爱载到遮尔侪物件。我有一个朋友，直哥，伊定定拢 po 迄个露营的相片，看起来那个足快乐的。我就想讲好啦，啊无吼，我就甲对一道看卖，吼，看露营是毋真正遮尔好耍。直哥，甲食，我足熟。等下啊，这海华公路啊，我先带头。嘿，啊，咱今仔日要露营，要带队。闽南红蚵啊。人朋友啊，哦，安尼，就沿这个海华的线安尼直直往南开就对了。好，安尼，咱就出发啦。好 ，Go。这段就是拢有迄个奇奇怪怪迄个石头，南
岩。你有来遮食过海产无？这个渔港？有啊，这迄阵徛环到台北，我嘛徛伊遮来啊，一年160公里。 160公里，哇！我可能1公里都袂使啊！我真正足爱开车的，看到这车的限速路啊，我规个人拢活起来啊！啊，特别是哪开车哪看风景，哪看风景，哪甲弟哥弟嫂分享我的心情，我所知影的，我感觉开车佚佗真正是我上爱的代志。 山岛看到啊！倒去边啊，下姑。哇，这姑咧甲咱拍招好，拍到你好。这个，伫咧这块位啊，嘿，这块位啊，我会知影有一个所在足水的，足少人知影的。等下咱小踅一个，踅入去，我带你去看一下，好无？好啊。 回家，这拄好着，好爽哦！哦，啊，小婷姐，我带恁来踅一下这老街。这偌久的，足久以前的街啊。对啊，你看这鸡啊，无介大条吼，足够水的哦。为啥恁来带阮来这？因为我就是有一回啊，开车经过，我就感觉讲，这巷仔路足够水的，我足有兴趣，我就入来看啊，看到这古早厝，我就足有兴趣的，我就特别落来散步。讲庄仔厝。庄仔厝吼，这较早应该是还袂倒进前无伫较足水的哦。这以早有起庄仔厝的人是好个啦。哎呦！ 这有的那个无人住啊，有的还阁有人住。干么店？无营业的。无，这有啥？没有营业，无营业。伊惊人走入来买物件。所以弟哥甲弟嫂，恁两位是毋甲我同款，拢爱行这种又是观光的店哈？是哦。阮是行到倒，升到倒。哦。 阮较自然，爱较自然。自由的自然的这种，种大自然的，莫特别安排了，就是对，有缘你就会停落来。对。哦，遮有特别公庙，拜一个，爱拜一个。来到遮佚佗，请你保佑阮平安顺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保庇，多谢。 就是这间石头厝。恁兜以前的厝。嫂啊，较早的旧厝就是安尼。阮兜以前就是这种石头厝。哇！啊，你看这就是石花敲沙。就天天溜到厉害呢，我就找这100年的老石头厝。我甲你讲，我是无挑工的啦，我就是安尼无意来行，啊，看到这栋厝，看到这条路，给我感觉足高水的。我想讲，哎，这回拄啊好要来这个方向，很厉害，绝对要带恁来的呀。咱转来超市市场买下暗暗的。下暗要食的，爱家己煮就对啊。对啊，对啊。哦哇，我来。嘿嘿嘿嘿嘿，来，这我这轻口的我做。哦，所以今日好料的，就爱家己传就对啊。对。我就爱食一项物件。什么物件？蛤蟆。哪？蛤蟆大粒的。蛤蟆。会使吗？会啊。哦耶，我爱食蛤蟆。好。原来我按那间嘛。好。哦好啊，我等下就过去。好。这有
梅花还是无花？梅花肉。无花，可以。阮三个人啊，吼，咧拣迄肉片的时阵，直说啊，这字花看无，啊，直个看，啊，我嘛看无，换做我看，歹势，我嘛看无。到底是3层嘛，还是5层嘛，还是6层嘛，拢看无清楚。可见阮三个人拢有老花。啊，要加卵，我培养时啊，个大家时哦，讲会买卵，因为卵吼，伊要处理较简单，啊，而且吼，伊的蛋白质吼较好。哦。啊，所以你咧煮面食时，主要讲你咧半路时吼，或者做白煮蛋吼，或者伫半路食。哦，简单就对。嘿，啊，营养得悬。处理较好。1、2、3、4、5、6粒有够无？哎，有够啦。买好啊，买好啊。唔食了小青草的。嘿啊，我嘛感觉足青草的。开始学习练习安怎录影，啊，而且用车来录影，车路就对啊。哦，这是安尼涂掉的，涂的。哦，安尼咱会客厅都完成了吗？对。这是咱煮的物件。煮的物件，先放边啊。啊，这是咱做啊卡。刀啊卡。啊，这我春帮哦。哦。摕下就做，就是变成刀啊。所以这暗时就变城邦，啊，你是就做刀啊。放起嚟就变面城邦。安尼袂歹呢。啊，这挑出来。这关起来。安尼。没有，要这我卡煮里边，哎，这我卡，啊，这啊插过来这边城邦。哦。啊，迄地咱用安怎迄地？做刀啊。做刀啊对无？要困时摕下出起来对无？哦，所以困就是安尼困哦。安尼哦。我那个要冲硬的咧，冲浪。冲硬，所以好同时啊，珍姐甲弟哥恁两位拢困者哦，袂伤矮吗？袂。龙牙。龙牙就是。龙牙只啊标准是65公分。哈，哦，我感觉无简单呢。这本地是弟哥的机灵车，吼，都是营业用的。但是伫咧恁平常时会当摕来休闲。对。哇。这就是迄个琉璃台嘛。哇，啊这咧？啊这是高速路啊。高速路嘛，我看者。哇！这我真正惊到呢，这袂是那个变形金刚的有无？我看这个对这路牙呢，这么有热情，啊伊啥物代志拢家己安尼慢慢创，啊创到安尼大粒竿细粒竿，伊嘛拢袂化忝，啊嘛袂感觉讲足费气的。一个人会当为家己爱的物件、家己爱的代志去努力、去无用，应该嘛是一个幸福。看迪嫂、珍姐伫遐耍啊，真欢喜，走来走去呢哦。我害亲手。你做创啥？我咧学迄个迪嫂的精神啊！你看，伊伫遐耍哦，搁走，搁伫遐咧害亲手。你的物件唔该去传，你要叫啥来传？啊对吼，我袂记，是咧。快报旁主。弟哥，歹势，我还是需要你帮忙。SOS， 我有搭过一届，但是我已经袂记啊。啊，你都唔免看这说明书。免哦，这个。
对我来讲，搭这布棚啊，我都那个看袂到闻无到的迄个款。但是对德哥来讲，伊根本就免看说明书，伊连伊就知影要安怎做，要安怎倒，要安怎经。哇，真正足厉害的呢！啊，我就想讲，含这个上基本的搭布棚，有一个困的所在，这件代志我拢无法度做会到。我凭啥物甲人出来录影？所以。可能基本功爱练，爱练。我要洗菜啊！好，你无用。好。啊，你在创啥？我在切蒜头。你在切蒜头啊？对啊。你哦。恁面要食较甜啊，要食较软的？较嫩的。听无啦。较嫩的。较嫩的。较嫩的。多谢。普通时啊，伫厝的是你煮还是你哥煮？我。啊，若是来录影，嘛是你煮还是你哥煮？伊煮。哦，安你会感觉讲，哎哟，无代志就来录一下影，就唔煮饭啊。我负责佚佗呢。哦，佫袂歹哦，原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会对出来安尼录影。伫咧野外咧煮食，不比伫咧厝的。伫咧厝的，就是啥物物件拢款得好，啊所在嘛足舒适的。但是伫咧野外，这个工具就安尼细啊个啊，啊炉嘛细啊个啊，啊切物件料理的所在嘛拢安尼微微啊，啊足临时的迄个感觉，我就感觉，敢若转去甲细汉的时阵咧生迄个办公会啊的感觉。看到天气煮一点好，你也好食着。开动。多谢。谢谢。谢谢婷婷。哇，我已经家长厨。简单的代志啦。哇。比如煮会讲较好食。多谢多谢。比如某煮会较好食。哦，啊，你也袂食啦，安尼无算。好吃哎。你讲？好吃哎。袂使嫌的，嫌无无哪食。对，袂当嫌，袂当嫌。我老实讲啊，我真正对录影无足有兴趣的。嘿，但是若毋是恁两位安尼，遮尔古锥定定迄哦分享迄相片啊，哦去倒去录影安尼，那个足好耍。我今仔日真正袂对恁来。哦。对啊，我就想讲，到底恁是安怎开始去爱着录影这件代志？我带着去日本的时阵吼，啊要一个公共文书吼，因为咱日语也袂通，啊我英语也袂通，啊怎你要坐公车，足无方便的。啊所以咱讲啊先车底尾，啊咱去北海道，因为营养区足济吼，你一天骑150公里，啊就对营养区，啊迄营养区吼都足水的，收费低，也有着免钱的。安尼豆豆，第一届去20几天，啊，倒来20几天，倒来30几天。我去过2个月。2个月拢伫日本，啊，拢用录影的方式安尼嘛。但是恁讲录影2个月，啊，搁伫咧日本，你袂感觉讲洗身躯啦，啊，搁咧垃圾衫要洗啦，吼，还是物件要整理要款，拢无一个好的好势的所在嘛？啊，一般来讲，阮是讲找迄个。录影区附近有温泉的所在，啊泡温泉、咸水区。有这招呢，所以讲到日本上济就是温泉嘛，啊就是爱上温泉。你哥甲珍姐这对翁仔某，互我的感觉是，两个感情真正足好的。因就是感觉啊，安尼反正生活就是安尼好耍啊，啥物代志拢好耍，啥物代志拢袂歹。啥物代志拢试看卖，这就是德哥甲珍姐因两个对待人生下半场的态度。啊嘛是感觉讲人生下半场就是好好生活，好好感受。常常做一个时代，会感觉讲啊，我人生已经顶半场吼，已经拼甲，所以我人生下半场我留来吼，我要大饭店、大高级饭店。我若出来佚佗，我就是要食好、住好。啊！但是我感觉恁两位这个咧耍的，就是，唔是讲专工要住好嘛，唔是讲食甲特别好呢，拢是简单。个人的兴趣啦。兴趣。阮是较爱讲吼，去无人
靠的所在。你做山顶啊，还是迄个一款路啊，迄个毋是观光地区的所在，庄稼所在哦，有足侪你想袂到的足水的风景。哦，你去看的时，然后你徛伫个阵，你看风景水，你就体力停落来，啊，再看风景，啊，翕相，啊，留念安尼。啊，当你开车还是骑车来讲，咻就过。哦。你就无法度看到一寡哦较特殊的物件。台湾是适合讲哦开车去露营。哦，亲像我今仔日安尼啦，哦，安尼会使，安尼我阁会使。啊，阵啊就讲你开车啦，你带一下铁马，你到龙华区附近的时阵，你铁马放来，啊，徛附近安尼山顶啦，还是庄卡啦，坐，迄嘛是做乐趣。慢慢来。你看半熟，我内底两零个安尼摇的。乖。来，很麻烦你香的咖啡。不赶快。这个香啊会沉底，而且即马配这个透早的日头，啊，搁这心南的这个香气。这咖啡那个活起来啊呢，系啊，天气若好，来遮心情就轻松。你感觉时代露营是要享受什么部分呢？享受自然，大自然。享受迄个新鲜的迄个分多精哦。哦，你来讲啊，你看，因为你目睭看是讲足清脆的哦。对啊，真正拢爱吃硬硬的呢，无假假。你的思考哦，就变得较平淡，袂讲起伏啊，较济。我感觉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咱出的这个露营，你看早顿拢爱家己安尼传，而且每一个物件含这炉，含这烧水嘛爱家己烧，啊炉家己煮，安尼就会用着头脑。对啊，而且你个个的拄着问题，个会想办法去解决。对。所以这个过程那个。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迄个感觉，是安尼嘛？对。差不多啊。差不多来这个吼。嘿。你遐可以，遮抽起来。抽起来。你换中，你换智能机了啊？智能机。哦。迄布棚那安尼冷落来、温暖，家己烤起来。但是安尼嘛，展现出我真正是一个菜鸟啊呢。我对这也无是，对迄也无是。啊好，你加在，你个月拢袂起验，啊嘛是安尼，甲我教，啊甲我讲，这安怎收吼，这安怎整理。那甲咧收迄个海报的画图啦，收迄画图的迄个感觉。啊，得手咧！得手。哦，搁伫咧纳凉啊！啊，平常时若收这应该嘛是爱伊斗3工吧？对。哦，今仔日哦，会参照啊。哦，水啦！真正总算听到水啦，这2字啊，吼。耶！虽然我做到菜的，但是加减有用啦。得手，真姐。要困。卖个无灰啊！来哦，来散步。我来。物件拢收了啊？收啊。心情就轻松啊。是啊。哦，是体验馆。这间哦。香菇体验馆啦。哦。种香菇的啦。你好，你好。哦，哇，这是泰雅文化。泰雅是泰雅族的聚落啦。是。我们的大部分都是泰雅族。这样子有香菇体验。我们这边呢，椴木香菇是冬菇。冬菇。然后冬天种的，现在这个时间不对。冬菇是不是最好吃？
一般来讲是啊。但是现在季节不对了。还是你们要体验我们那个射箭的体验？泰雅族射箭。出名的。晒呀，好啊，好啊，好啊。像我们的族服啊，然后脸上弄那个，帮你弄。可以 cosplay 的对啊。跟你们介绍一下哈，是，这个是传统的泰雅族的弓啊。这只手啊，左手就打平，递给的对啊。对，往前，然后这只尽量拉，这样，有没有看到？有。哎呦，这只初步啊呢，初步的，哦，来准备哦，正平倒平哦。下记哦，好耍呢！我看啊，珍姐甲德哥两个安尼耍甲足欢喜的，我嘛感受到因的欢喜，因为因完全唔捌耍过，完全无安尼游过迄个钱安尼。啊，对我来讲，出来佚佗都是四界行、四界看啦。啊，会当拄到安尼这么趣味的代志，都是一个意外的收成。哇！你们让做勇士啊！哇！红色的，红色，厉害呢！真正要做勇士啊！做勇士，对啊。30几年过呀，咱怎用2链？哦，啊，4链加2链做6链。好，就是咱的脚踏车。脚踏车提上来。对。来，我帮忙，我帮忙。德哥，你看我安尼，有倒一个螺丝无去锁着无？来，我来。好，安尼。哦。专业呢，所以你若是要团长诶，啊对吼，伊拢有咧带大家去骑铁马，安尼会使骑啊？安尼会使，哎，多谢先拜。咱来找秘境。好啊。哦。啊，这个秘境是去过还是无去过？无去过啊，我就看这风景好，我就凊彩骑，凊彩吹。哦。啊，右边没车，到了哦。上坡，小坡，爬架，嘿，爬到爬架。哇，哎，这田园的风景足水的，绿油油，天然的啦。头前骑铁马人哦，爱看路况。啊，路况时了通知路况哦，后壁人知。伊才袂讲哦，常常哦，倒啊照啊，伊唔知的时候，伊冲过头。是，啊，若是时段，要亲像恁两位安尼，遮敖骑，啊，骑甲足快乐、足自在，有啥物重点爱注意无？重点讲，你若日头哦，插白的时阵哦，你得挂。迄个太阳目镜。哦，乌灵的。嘿，乌灵的啊，莫让迄个日头光哦照着咱的面哦。迄个咱会变做会白云了后，较会发生代志安尼。啊，另外就是即马，就是天气较热啊，是毋是身躯嘛爱炸水啦？吼，还是讲啥物补充的饼干、糖啊，是毋是嘛都爱炸一下？哎呦，这上重要。一般哦，你水分哦，你袂使减，袂使减啦。所以一般讲，阮骑跑15分钟至20分钟哦，不要停落来哦，啉一口茶安尼。哦，你免一届啉伤济，你打到补哦，比一届哦灌半罐哦，这较有效。是。啊，然后因为年较大哦，血糖哦，佫会较减，会伤低。是。啊，所以你早逐日血糖低时阵哦，你要准备一寡有糖的迄个细修啊。补充一个就对啦，临时补充糖啊，对。嘿。哦，加凉。好凉哦。
哇，流来就是足亮的。啊，看这景色哦，我非常足好的景色。是吼，因为遮拢无啥物，足济建筑，是毋甲日本的迄个感觉有像？哎对，有吼，有像哦。赛车会当足方便的，想要去倒位就去倒位。啊，两轮徛脚踏车，就是会当较深入在地一寡较无法度到的所在，我就会用用脚踏车去走出去感受。啊，若是讲伫我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我感觉4轮加2轮会用互我的旅行算甲搁较精彩，搁较自在。无论我几岁，拢会继续徛、继续耍的一个方式。